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Go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筆架山花園，一個地下連花園3層複式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介紹呢一個特色單位，就係橫跨地下1樓同2樓嘅筆架山花園。每一層嘅分層單位實用面積係有905尺嘅。依家一入門口經過廚房嘅走廊位之後就係到咗單位嘅飯客廳。地下呢一層主要都係做飯廳同埋客廳嘅。落地玻璃嘅趟門推開咗之後就係到咗呢一個花園單位，大概有295尺。呢一個私人花園可以種花種草、BBQ 開 party，全部都冇問題。睇完飯廳之後，依家就行過去睇埋個客廳啦。客廳面積都相當闊落，牆側邊都做咗好多嘅儲物飾櫃，一家大細就可以喺度享受天倫之樂。地下嗰層嘅浴室儲物空間相當充足，沖涼嘅位置係用企缸，側邊仲有位可以俾你擺放雜物。一入門口就係廚房啦，廚房面積都尚算唔錯，配備咗基本嘅煮食爐具同埋各類型嘅廚房電器。廚房裏邊仲有一個地方係俾工人休息或者係擺放雜物嘅好地方。依家就係行上去1樓啦。每一層嘅分層大門都係冇封死到嘅。去完旅行買完嘢返嚟，唔需要拖喼行樓梯啦。樓梯另外一邊就係屬於單位嘅主人房。睇完主人房嘅睡寢區，就係呢一個咁長型嘅衣帽間，之後就到咗呢一個咁大間嘅書房。主人房浴室除咗有呢一個鵝蛋型嘅按摩浴缸之外，仲有咁大個嘅化妝間。走廊嗰度仲有一個客廁嘅。呢一個洗手間沖涼嘅位置保留返係用浴缸。依家就上埋去2樓睇睇啦。2樓入門口呢一個位置，業主就係打造成為一個家庭娛樂室，做咗張吧台。呢一層總共係有3間睡房嘅。第一間睡房就有個露台仔。第2間睡房就係成長方形，景觀方面就係望返龍平道嘅入口。呢一間睡房就可以借用客廁嘅洗手間，沖涼嘅位置係用企缸嘅設計。呢一間小套房入門口呢一個位置就可以訂做一大排嘅入場衣櫃。呢一間房就係咁多間客房之中最細噶啦。套房浴室是淨實用，沖涼嘅位置同樣係改咗做企缸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。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